大家早晨，今個星期咧得4個交易日嘅啫。10月1號星期三咧就放假嘅，冇事啊。港股事前分析，今朝早同大家講嘅講題係優必選9880已升破中期阻力位。優必選啊9880咧，陰陽燭日線圖上邊咧，就我哋睇一睇啲阻力位、支持位喺邊先。咁啊，最明顯嘅就係上個星期四高位啦，一定係阻力重要阻力位㗎啦，出現一個類似穿頭破腳離淡穿嘅形態之後，嗱咁跌落咧，理論上啊，咁嗰個支持咧，我哋睇兩條線嘅，其實兩條線都唔係好可靠，我一解釋點聽唔可靠。第一條咧就係呢一條。今個月23號低位126.3，第二條咧就係呢一條18號低位123蚊。嗱，點解唔可靠咧？因為逢親可靠咧，都要係之前一個調整咗一段時間，起碼3個交易日，呢個得1個交易日，呢個咧就即日，咁所以唔好可靠。咁既然唔好可靠，咁我哋睇咩咧？我哋睇個上升通道底部啦。撳錯掣，唔好意思。呢個上升通道即係平行線啦。嗱，呢個兩個明顯高位，呢啲就明顯咧隔咁遠。18號高位137.1，同埋頭先講過144.9，呢條上升軌，推條平行線內最遠嗰點，推到呢度，最遠嗰點咧就係24號低位127蚊。嗱，呢條上升通道底咧就將為初步支持，初步啫，因為你見細空夾狼啊，大戶沽家咁啊預佢穿嘅。咁就我哋係咁樣去睇。如果呢條穿咗之後咧，下面嘅支持我係可以揾條上升軌，呢個明顯低位啦。8月28號低位90.5，咁揾一個呢個咧係9月11號低位104.9，就要睇呢一條啦。嗱，大家望一望先。嗱，我有幾條線睇嘅，一條初步支持，另外兩條少少支持啦，最大嘅支持都喺呢條嘅上升軌度。咁就係個情況就咁樣啊。呢個係講緊日線圖阻力位、支持位啊。咁啊，至於144.9上面有咩阻力位啊、咩目標啊，過咗企穩咗上面先算啦。我唔講住啊。周線圖咧，我話一個待破中期阻力位嘛。你望下144.9係上個星期高位，有咩阻力位啊？上邊啊？好似冇阻力咁嘅，有嘅。嗱，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低位啦，前跌浪低位，2024年中旬低位151.1，之後升咗2個交易周。嗱，呢個位咪就係咯，就係呢個位咯。下一個中期阻力位呢個，但係我話已升破阻力位，咁即係之前嘅升破咗啦。咁之前嗰啲係咩咧？你望一望呢個咯，係咪啊？舊年10月上旬高位126蚊咯，係咪升破咗啊？咁呢個升破之前呢啲唔使講啦，係嘛？一定係升破咗啦。好啦，咁你再升破咗出嚟，真係回落，唔可以俾佢跌穿嘅位。我係大膽假設啦，呢個括弧1中期升浪啊，括弧2、括弧3係延伸浪，括弧3中1、括弧3中2，呢個括弧3中3，假設真係完啦，跌到括弧3中4，根據波浪理論，括弧3中1頂，即係今年5月中旬嘅低高位103.9，咪一定不容有失咯。嗱，就係咁啦。嗱，中期係嘛？好明顯啊！呢個就係一個嘅下邊嘅支持。好啦，目標頭先我短線我唔同你睇啫，中線可以睇嘅。點睇法？呢個中期升浪啊嘛，我哋假設，如果中期升浪咁，我哋睇到佢起點就係2024年3月上旬高位328蚊，亦都係歷史高位啦。跌到落去終點係今年1月中旬低位40.8，反彈上嚟。如果能夠過到呢一個位，頭先呢個位151.1，我哋就睇
先睇0.382啊，150.5毫一啊，同153同呢個151.1啊，非常接近啊！畫翻條線俾你，呢條線係嘛？非常接近啊！過咗嘅話，先至睇兩個目標，中期升浪目標184.4同埋218.2，184.4咧就係0.5倍量度升幅目標，218.2毫9咧218.2毫9咧就係0.618倍量度升幅目標。咁呢個就係嗱月線圖，咁都係咁睇啦，唔使度一次啦。即係頭先嗱，你見到我頭先呢個跌浪由328蚊度起嘛。咁如果我喺月線圖上面由320蚊度起彈翻上一樣嘅啫目標啊。咁咧長期嘅，不如我哋目標有啦，長期我哋睇睇嗰個支持位，重要支持位，咁啊梗係過咗呢條線啦，126蚊啦，舊年10月嘅高位啦，初步支持啦，更加大嘅支持，除咗頭先睇中期呢啲之外咧，我哋睇睇呢度有冇啲高啲嘅位先，113.3係啦，113.3就係一個嘅長期嘅重要啲嘅支持位啦。咁啊好啦，翻張周線圖，如果回落又點搞咧？回落睇幾多咧？短中期，咁我哋剛才講咗有個位就不容有失啦，就呢個位啦，係嘛？係咪啊？括弧3中1頂啊嘛，103.9嘛。但係如果喺呢個位之上有冇咩嘅支持位咧？咁我哋度法咧，又係用翻波浪理論啦。嗱，呢個括弧1、括弧2、括弧3中1、括弧3中2、括弧3中3嘅起點係邊度啊？係73.5啊，就6月27號6月下旬嘅低位73.5，咁我由呢個開始度先，73.5。我假設佢喺上個星期已經見咗144.9，回落放大0.236倍、0.382倍、0.5倍量度跌幅目標都仲係高過103.9嘅，咁0.618倍就低過就唔睇啦。所以我睇3個目標，第一個差唔多到緊咁滯噶啦，今個星期都好大機會到噶啦。128.05先，係128.05先，就係0.2386倍量度跌幅目標。另外兩個要睇嘅0.5倍，0.382倍同0.5倍量度跌幅目標咧，分別係117.6毫3、117.6毫3同埋109.2、109.2噶。